在个新闻来关心台中的消息，台中捷运通车时间目前也未确定，因为捷运站的反恐演练上半，模拟这个歹人劫持列车人客，搁到一寡土制玻璃物，也就是土制炸弹等等状况，警方出动霹雳小组、警犬队、加反恐防暴装甲车等等，过程是真逼真。市政嘛透过这摆演练，加市民讲，台中捷运已经准备好啊，随会使通车。 捷运站传出枪声音，歹人攻击捷运警察，乘客惊甲一直叽叽叫。歹人甲捷运站人员压掉咧，开枪打死乘客。警察霹雳小组装备青椒船，含敌人对象。 几个歹人当场轰弹死，有压乘客做人质。这个时阵，真猛的警察狗仔冲过界夹。上尾一个歹人想要放站内炸弹，不过随口压起来。台中捷运市府站会知影做反恐防暴演练，歹人和警察用的枪拢是有毁约的空包弹，因可用假话来模仿人员受伤。 国内外很多类似的恐攻，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跟演练，保证大家搭乘的安全。一旦我们宣布了，就是我们准备好的时候。虽讲台中捷运通车也无时间表，不过先做维安演练。若当时要通车，罗秀也无讲。不过市府透过这摆演练，要来甲市民讲，台中捷运已经准备好势啊。